一次翻畫本堂係點樣？咁基本上有幾次都係冇乜特別嘅感覺，又唔會話反對，亦都唔會話贊成。咁自從發咗病之後咧，就可能呢個自信心同埋情緒低落啦。豬講糧，哇！我送咗幾本嗰啲書仔俾佢睇下，咁就即係有些少入下腦咁樣咯。感覺上咧係有多少信。咁樣就話，咁家族佢同我決咗志之後咧，咁啊唔知感覺上比較好啲添。住之後，你覺得同之前有咩唔同？或者你自己經歷？咁有陣時咧就即係心煩嗰個時期咧，就噏兩句都係比較係冇煩躁咯。即係祈禱。聽到話叫主俾啲信心我，然之後我認為自己唔夠信心。即係喺個病情度都經歷晒你信心。先咧，我講幾句內心嘅説話。第一，感謝華恩堂佢有機會喺度發言。第一，好感謝我老婆珍姐，多年嚟對我不離不棄，都好嚮往一段時期。咁大，咁大，長生通嘛。鳳姐啊，輝哥未等，我哋去旅行嗰段日子，諗咗冇機會。你帶領本國字，但係咧。